无钱想要靠啥？看着靠他操作叮当，唔知啥代志，原来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是巨蟒出来妖怪偷食品。长颈鹿放在嘴内，四过乌白灰，讲是漫天飞舞，共同分家规。不过，然后加着嘴破是疼到袂食米。哎呦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绿巨蟒，没错，我现在又加了一个外号，什么外号啊？长病毒先生。长病毒，你来我这边干嘛？我本来是要来偷吃蜂蜜的，但是呢，哎呦，我的尾巴怎么突然站起来了？但是呢，我看到你，我改变心意。你改变什么心意？我现在正缺少一个下午茶点心啊！下午茶点心，我这边没有点心，你快离开吧。明明就有一个，在哪里？就是你呀、你要把我当成下午茶点心来吃，那可不行啊！没关系，替我吃一口嘛。我最近肠病毒，嘴破的厉害，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吃下去。你就让我咬一口吧。不行啊！哎呦，我看巨蟒嘴开活活要甲吞落去，惊一个三分七走到背就手。原来我比早间亲像粪食机从油箱来煮，真是惊到半小死啊！哦，好累。从刚刚那边跑到这边来，年纪大，气喘吁吁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刚刚那个长臂猿绿巨蟒，本来就是欺负森林中的弱小动物啊，很多同学都被它欺负了。最近它得了肠病毒，嘴巴破得厉害，不过没办法吃东西，居然变本加厉的想把我这可爱的小仓鼠给吃掉，这样行吗？当然不行。我要赶快去找森林里的老大魔法师吉利咕噜，请他来帮我主持正义。不过要去吉利咕噜的魔法屋，要经过魔方沼泽。听说那个沼泽住着一个魔蛙公主吧？魔蛙公主她最喜欢唱歌给别人听了，听了之后要是没鼓掌拍手的话，她就会把它变成青蛙王子留在身边。像我这么恩劳，这么高贵的，一定会惨遭她的毒手啊！给了，你在说谁呀？给了。哎呀，是魔蛙皇后，真的是头前有水龟，后面有绿巨蟒，真正是阿头车头，花豆车头，三年要做伙头秃头啊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是吃素的，你青蛙是吃素的，你少骗我了！你这毛茸茸的家伙，我一点都看不上眼。你说你被谁追着跑啊？我被森林里的绿巨蟒追着跑。绿巨蟒算什么？我可是魔法里的美珍公主弗拉格啊！弗拉格，那就是弗拉格啊！好了，随便你，反正我对你没兴趣。你说绿巨蟒欺负森林里的弱小动物，没错。青蛙和蛇自古以来就是宿敌，如今被我遇见了，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。你快走吧，你不是我的菜，我也不想唱歌给你听。你快走吧。哦，真的吗？好，那我赶快去找基咕噜魔法师了。拜拜，不要再跟我拜拜了，走吧。谢谢。谁呀？我的下午茶呢？哎呦，绿巨蟒啊！对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哈哈，刚刚我实在看到这些小朋友，想到有可口的东西可以吃，我就不禁不住兴奋起来了。你少在那边啰嗦啊！听说你想吃掉一些森林里的小伙伴，是这样子吗？没错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下午茶从这边经过啊？下午茶我没看到，不过呢，小仓鼠
阿吉倒是被我放跑了。下午茶没看到，小仓鼠被你放跑。那，既然我的下午茶没了，我就拿你来充数。我想你搞错了吧？你也不想想，我是魔藻的美声公主弗拉格，我怎么可能轻易的就让你这样吃掉了呢？听说你平常就欺负弱小，喜欢霸凌同学，我今天刚好替叽里咕噜来替天惩罚你。我要用我的歌声来感动你，用歌声感动我。你真是7月半的鸭子，不知死活啊！傻瓜，我不是鸭子啊，你没看清楚吗？我是青蛙弗拉格公主啊！我不管你是什么，我也给你一次机会吧，我就听你唱歌吧，看你能唱什么歌出来。好了，你注意听哦，听歌好听，可是要拍手。废话少说，你到底想唱什么歌啊？我要唱的是英文歌。英文歌？你有搞错啊！国语都说的不纯正了，要唱英文歌？你少在那么啰嗦，我唱英文歌你听就是了。我唱哦，记得哦，唱完要给我拍手哦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英文歌，英文歌，怎么没有人拍手啊？你唱完了？对呀、拍手啊！我唱的不好吗？听说没拍手的要被抓去当驸马爷。哦，你别听人家胡说八道，我唱的好不好听啊？好听好听。可是呢，那你为什么不拍手？你傻了吗？我没有手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来不及收服绿巨蟒长病毒先生了，怎么办？我们赶快请咕噜魔法师过来拯救我们。慢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呀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等一下。时间到了，白虎老给了，大春那根恰船，来。长病毒实在太厉害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这一集没有时间收服长病毒先生。各位小朋友千万要记住，饭前要洗手，别忘了吃搓冲捧擦这5个要诀，一定要记住哦。再见啦，老师再见，同学再见，一样口口令再见啦，谢谢。